我係黎達成 Rex， 明滙智庫總監。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，擔任多個政府公職，並通過同社會各界嘅協作，為國家部委同埋特區政府建言獻策。我係全國青年委員，亦係青年發展委員會嘅委員，擔任唔同社團嘅領袖工作，積極搭建青年平台，培育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嘅生力軍。同時，我亦都係大灣區嘅超級聯繫人，成功搭建大灣區創新創業嘅服務平台，為有意進入內地發展嘅企業提供協助，助力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我嘅夢想係想成為一名有活力、有創造力、有影響力嘅青年領袖。通過參選立法會，我希望推動議會走向專業化同多元化，為香港嘅發展出一分力。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嘅關鍵時刻，急需要凝聚各界愛國者嘅建設力量。未來我將會定期收集全國人大代表、全國政協委員及全國性團體代表嘅意見，通過研究報告，確保政策實施與國家嘅發展方針同頻共振。第二，我建議加快推動創新科技產業嘅發展，推動北都教育城同埋新田科技城等嘅建設，鼓勵傳統嘅企業同埋創新科技嘅公司合作，共同建造數字化嘅城市示範區。第三，推動科技、教育同埋人才一體化，優化青年發展嘅政策，深化愛國主義教育，建立青年人才庫。我哋都已經準備好啦，與國家同心，助青年前行，創香港未來。我相信只要我哋堅持獅子山嘅精神，發揮好一國兩制嘅優勢，香港嘅明天一定會更好。